我們總是在過着一種如同破漏之症般的人生，不停地努力渴望喝些雜麼，但一轉身卻又陷入飢渴。我們之所以對酒精、購物、工作或智能手機屏幕上癮，歸根結底也不過是為了填補內心的缺失而產生的一種現象。2000年前，在中東那能將骨頭都灼傷的烈日酷暑中，出現了一位婦人。為了躲避眾人的目光，她獨自一人前來打水。她的生活充滿了無法向人傾訴的傷痛，以及無法被滿足的乾渴。耶穌走向那位婦人，對她說：凡喝這水的，還要再喝；人若喝我所賜的水，就永遠不渴。約翰福音4:13-14，耶穌所說的水，希臘語 Hydroson 是永不停止、奔衝流淌的活水。各位，這世上的井水，越喝只會越渴。它或許能帶來短暫的快樂與滿足，但只要一轉身，內心就會變為虛空。人類內心深處的屬靈虛空，唯有通過耶穌基督那永遠沖流的活水，才能得以填補。人類自離開神的那一刻起，就落入了永遠的缺失與乾渴的咒詛之中。靠着我們自己的力量，根本無法填補這破漏之症。因此，耶穌來到了這個世界。當他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他發出了最後的呼喊：我渴了。我們本該承受的罪的咒詛、上癮的痛苦以及內心深處致命的乾渴，耶穌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體為我們全然擔當了。正因為他替我們承受了乾渴，正因為他傾倒了寶血與生命水，我們才得以擁有那永不枯竭的生命活水之路。耶穌戰勝了死亡並復活，今天他將最完美的活水聖靈作為禮物賜給了我們。各位，你們還要將水倒進這破漏的陣中，繼續虛空到什麼時候呢？我們乾渴的真正答案，唯有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裡。放下自己的努力，相信並接受那位為你傾盡所有的耶穌吧。耶穌必在你心裡成為沖流不息的泉源，直沖到永生。結束在世俗井旁的徘徊吧，來到永恆的活水耶穌面前。願那恩典在今天充滿你們的生命。祝願大家